佢最近係咪變心呢？今日咧用一隻顏色咧去睇穿咧佢嘅真心，透過色彩嘅心理學咧，幫你咧去識破咧佢內心嘅秘密。呢個方法咧可能會俾你睇到呢個真相，建議咧你收藏備用。依家咧你回想一下咧，最近一次佢對住你笑嗰個樣係點嘅呢？憑你第一個直覺揀出咧最代表佢笑容嘅顏色：紅、橙、黃、綠、藍、紫、黑、白。依家咧我開始倒數，唔好猶豫，3、2、1，揀好未呢？如果咧你揀咗紅色嘅話咧，紅色咧喺色彩嘅心理學裏面咧，代表純粹嘅行動力同埋生命力。佢嘅笑容咧裏面有紅色咧，代表咧佢呢一刻咧對你咧係全身投入嘅。佢睇你嘅眼神咧係仲有熱度，佢咧個心咧依然咧好火熱咁樣愛住你。佢變心嘅可能性咧幾乎係零，你咧可以放心。如果你揀橙色嘅話，橙色咧係紅色同黃色嘅混合，係熱情咧喺度正在降溫嘅顏色。佢對你咧其實係仲有愛嘅，但係呢一份愛咧正在慢慢咁樣冷卻。佢咧可能咧正喺度同其他人比較緊，你需要係重新燃點佢呢個熱情。如果你個感情依家出咗狀況，可以留言111，畫一幅畫俾我，等我咧幫你咧拆解你潛意識嘅卡位。下一集咧我會話俾你聽咧另外其他顏色嘅答案。